如何知道手机还有多少的空间呢？从这个档案管理桌面的档案管理按进去，然后再还要往左滑动哦，还要往左滑动，滑手机还要往左滑动，才会看到这个资料夹哦。很多人不知道也可以往左移动呢，往左滑动一下，然后看这个是代表而已，而不是固定的。找一个资料夹，任意的哦，只要是第一层的资料夹，然后来点按移动，点按下面有个移动，点按移动，然后可以看到上内部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内部共用储存空间2点多 G 了，以前还少到那个500多 M， 都少到200多 M 就可以到 Google Play 商店去下载文字扫描仪，下载那个你需要的程式，然后下载过程中会显示空间不足要释放，然后有超连接按进去再释放。